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18首，上帝为咱疼痛不变。上帝为咱疼痛不变，谁人会对敌人？无小圣行为咱来献，万里白白予咱。谁人会上帝上帝情因做义，谁人会定因做义，自退因死过去。一切大兵退咱基督，虽有患难忧闷，困着要搁危险来到，为听得胜有主。无论将心是我命，愿灵献金将来，拢会加当上帝的名，就是伫主忍耐。以西结书第15章的第1节一直到17章24节，这3章在讲到耶路撒冷受刑罚的3个譬喻。咱已经看了2个，15章是讲到亲像葡萄树枝互火烧。第2个是咱看耶路撒冷亲像无认爸无认母的妓女，这尔无情受气杀。今日第17章要讲到耶路撒冷的敌人是2只大鹰鸟，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第1节，上主对我讲：人子，你着甲以色列人讲一个譬喻，互因想内面的意思。你着甲因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有一只大鹰鸟，是够大，毛长搁甜，毛长搁杂，色彩多搁水。伊飞去黎巴嫩山顶，去到百香树的尾溜，夺断百香树树尾幼嫩的枝，架去做生理的地区，放伫做沐浴的城市。伊阁对以色列摕种子栽伫肥的地，亲像柳树种伫水源充足的溪边，种子富艺生长，诚侪细丛四界旋停的葡萄树，伊的枝伸往鹰鸟，定滚伫鹰鸟的下面，诚侪发枝旋停的葡萄树。17章上主爱以西结先知去甲以色列人讲一个譬喻，这个和合本讲出谜语好去互大家想，去互大家约。所以先知以西结伊讲的这个，伊毋知家己知还是毋知，但是咱可能爱对17章头到尾，甲看几啊遍，才会当渐渐看出这个譬喻的意思。故事是一个大只的鹰鸟，这只鹰鸟其实就是在讲巴比伦，伊飞到黎巴嫩山顶，其实毋是去到伫黎巴嫩，是去到伫黎巴嫩山下骹的即个犹大就是到犹大国，去夺即个百香树的尾溜啊。即个百树也是百香树，就是咧讲到，因为即个香柏树是发伫即个黎巴嫩的山上，黎巴嫩的山顶，
所以即只大鹰鸟就是巴比伦飞来到伫犹大，然后将即个山顶的宝座，就是迄当时的君王，就是约雅君王约雅斤啊。这个讲的就是伫主前597年的时阵，这个巴比伦王第二摆来掠走，这个攻打耶路撒冷的时所发生的代志。总是伊所掠去的人，这批人就是第一批但以理，第二批是以西结。去到伫末日的所在，就是去到伫即个世界的繁华的中心巴比伦，因为迄当时巴比伦开始兴起，因以色列人，就是去到迄个所在，就要做生意的，变因为因的数学，变足好诶，头脑逻辑加足好诶，所以即马犹太人足够趁钱，嘛有人讲是甲因受掠去巴比伦有关系。然后，即个第50讲，即个大只鹰鸟，佮对以色列摕经济在地肥的地，意思是讲，巴比伦伊嘛毋是苦毒遮以色列人，甚至互伊甲因栽培，互因会当世界宣庭的葡萄树，会当春黄鹰鸟，定根伫鹰鸟的下面，成做一个宣庭的葡萄树啊。所以咱嘛看到但以理，其实伊伫巴比伦的时阵。伊的侦查，伊受的即个栽培，伊受的训练，其实嘛是伫即个巴比伦即个国家的内面得到造就、甲利益、甲帮助。所以这是头一个，即个上帝爱以西结去互人用。第7集，另外有一只大鹰鸟，是个大门真杂。即丛葡萄树将军甲其弯向即只大鹰鸟。想要得到比伊原来受栽种的土地搁较侪灌压的水，其实这丛葡萄树早就栽伫土肥水侪的园里，会当发枝结果子，成做一丛高结果子的葡萄树。对第7集到第8集讲这个以色列人因是去互巴比伦大鹰鸟夺去的这个已经栽好的葡萄树。但是呢，以色列人因搁看到另外一只大鹰鸟，想要卡达相存，就是这另外一只大鹰鸟，就是埃及。这个埃及，伊嘛看到埃及在兴起，所以呢，伊嘛想要去来输这个埃及的泥，来分一寡埃及的营养分，水分，所以伊就伊的心就变卦，所以伊就想要卡达相存。所以两只大鹰鸟，即个变做以色列耶路撒冷捏伫即个中间，这就是即个弥车，即个披露故事的背景，嘛确实是即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代志。第9集，至关的上主国讲，即丛葡萄树减袂当各长大无神，减讲第一只大鹰鸟袂甲伊连根背起来，甲伊嘅果子挽了了。互规丛树连生发的枝叶嘛高大，安尼毋免出大力，也是偌济人，也是侪人，就会当甲伊连根背起来。你看，葡萄树虽然受栽种，毋过减袂当长大无善，伊减袂堪得互东风扇，伊一定会伫伊生长的园里高大。所以这个根已经定落去啊，已经种好啊，若捌种过葡萄，要刷栽就知影这是爱看时间，爱看时机，毋是想要刷就刷。但是巴比伦已经甲伊定根落去啊，这个时阵，以色列人想要去西过瓦大边，想要走去埃及遐，当然巴比伦就袂愿毋愿，所以伊嘛会想该扭的，甚至该破坏，因为这个以色列本来就是去巴比伦来夹去来占去啊。所以包括东方来神，因为这个巴比伦就是伫以色列的东边。所以这东方来神的时阵，到时阵这个葡萄树伊的美梦就泡汤，因为伊的颠倒，两边拢得失，两边拢无占着便宜啊，所以这就是迄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真正的代志。11集，上主对我讲，你甲迄个
背叛的人们，即个对遮开始，这就是咧讲到即个西底家王的代志。看因知遮个譬如的意思无？你甲因讲，巴比伦王捌来耶路撒冷，将犹大王甲伊的人、甲伊的人神掠去巴比伦，佮对犹大王族中选一个人，甲伊立约，叫伊救抓。巴比伦王嘛将犹大国中一寡领导者掠去，互犹大国衰微无法度反抗，敢若会当靠守约来生存。毋过犹大王反叛，伊派使者去埃及要求战马甲大军来支援，伊检未成功，做即种代志的人，将会当逃脱，伊违背约定，减有法度闪开刑罚。这西底家王，伊其实伊的老爸就是约西亚，约西亚至少有3个后生，轮流来做犹大的王。头一个是约哈书，伊只有做王3个月，就向掠到埃及，死伫埃及。然后约雅斤做王11年，总是这11年最后，伊是去互即个当练，来练的，然后去互人待伫外口，亲像野驴共款。过来是即个约雅君做王，但是约雅君做王只有短3个月，就叫受掠去到伫巴比伦。但是伊颠倒去到巴比伦，伫迄个所在得到好的款待，这是约西亚的孙哦。过落去是西底家王，11年，但是西底家王，伊就是因为伊的孙啊，就是伊的兄哥约雅斤的囝去互掠去，所以伊就等于是巴比伦王甲伊立伫即个踩伫即个所在傀儡啊，叫伊爱乖乖听话。西底家本来叫做玛雅坦，但是巴比伦王国改伊的名，叫做西底家。就是爱有公义，爱有上帝公义。但是西底家，伊煞见异思迁，伊拄开始的时阵真听巴比伦的话，但是伊看到巴比伦甲中间有出代志的时阵，内边有内战的时阵，伊就紧要走去挖即个埃及，结果伊甲埃及讲好，埃及要来甲伊斗拍即个巴比伦，结果埃及还未出手。埃及人还未到，巴比伦即个军队就来，这嘛造成即个耶路撒冷第3摆受掠，也是犹大国王国即个主要的原因咯，就是即个西底家王。所以上帝用即个譬如要互遮个人来用，其实嘛是咧讲着，即马当地发生，也是要愈来愈显明遮个代志，就是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王，然后甲埃及眉来眼去，头来暗去，直到这个国家的毁灭愈来愈紧，愈来愈恐怖。其实这是会当避免的，想讲人不知鬼不觉，但是上帝拢经看伫眼内，所以上帝爱以色列来讲，伊若已经约定好啊，安尼伊敢有法度来逃脱。所以这段的记载。咱会当对几啊位会当看到，包括列王记下卷的24章20节，甲耶利米书第52章的第3节，遮拢讲到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这个背叛就是伊去投靠埃及，甚至历代志下卷36章的13节。历代志下卷迄个所在写了搁较清楚，讲尼布甲尼撒王捌叫西底家救抓，甲上帝救抓，西底家却背叛，硬棍内心内心顽固，无爱归向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以这就是西底家王伊掠即个巴比伦王的受气啊，所以西底家本来叫做马探雅，但是呢，伊
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改名西底家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伊煞无行公义来行，其实咱读耶利米书，就看到即个西底家，真正是一个三心两意哦，真正是一个一个愈看愈受气的君王。所以即个国家要败坏要灭掉，嘛是拄啊好尔。16至管的上主讲，我指我的性命立誓，即个王一定会死伫伊受设立做王的所在，因为巴比伦王设立伊做王，毋过伊违背家己咒詛的话，废除伊甲巴比伦王立的约，当对敌巴比伦王来攻城，添土堆，起造攻打城墙的关台。进行大屠杀的时，埃及王强搁做的军队嘛袂当帮助伊，伊违背家己咒詛的话，废除伊甲巴比伦王所立的约，伊已经投降，竟然做遮的事，但伊无路通逃走啦。所以这个以西结书颠倒提供搁较详细的遮个资料，就是这个西底家安怎样去巴比伦来设立做王，然后安怎甲伊立约，就要乖乖来听话，但是呢，西底家竟然想要去偷走，要去挖别人，地到呢，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就来大屠杀，大屠杀，和这个3个耶路撒冷片甲不留，所以这个故事是真一个提醒，嘛是一个上帝的境界。当西底家真正就走无路，咱已经有看到西底家头前伊的即个预言，伊要目睭安怎去互挖出来？伊想讲伊会当走去国外，走去外国美啦，但是就去掠到巴比伦王的面前，19节。所以即款的上主安尼讲，我指我的性命立誓，我要刑罚伊，因为伊违背家己咒詛的话，废除伊甲我立的约。我要设罗网，甲伊掠起来，带去巴比伦，甲伊审判，因为伊对我不忠，所有逃走的战士为战死，剩落来的军兵为逃走四散。安尼，恁就知讲遮的话是我上主。所以这个上帝咧讲大心，这个代志还未发生以前，检测过5年、过3年，过几年，无到几年，这个代志就发生。但是上帝已经叫先知以西结来预言啦。所以巴比伦、埃及、耶路撒冷夹伫中间，伊要看局势，看无清楚，毋知影上帝心意，伊阁想要对巴比伦的手来夺走，颠倒伊来乖乖听巴比伦，就亲像但以理乖乖伫巴比伦来做代志，甚至伊就会当做到宰相。但以理就当伫巴比伦幽暗看见异象，祈祷上帝，伊甚至都服侍巴比伦到伫波斯做王的时阵，上帝也甲但以理同在，但是西底家就无有即种的智慧，伊一定想要为家己的路，伊颠倒，救家己的命，想要救家己的命，煞丧失家己的性命。对16章到17章，咱看到。有时个真相像的所在，咱16章像即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亲像基路，上帝安怎甲伊咒詛，甲伊结约，立约，然后但是耶路撒冷轻看即个咒詛，背上帝甲伊的约束。今日17章嘛，看到以色列共款甲上帝背约，就是即个西底家王明明甲巴比伦咒詛甲伊立约。但是伊阁轻看伊所立的约，来背遮个约，所以得到上帝所带来刑罚。所以不管是伫耶路撒冷城内底也好，还是伫犹大即个国家的王也好，得到即个下场，是无法度避免的。最后3节22，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要压断百香树的树尾，将伊幼嫩的枝压落来，甲伊种伫悬山顶。我要甲伊栽伫以色列的悬山顶，
伊要发起结果子，诚做一丛悬搁水的百香树，逐阵鸟仔来遮做寿，歇伫伊树枝的黄影下，田野所有树木拢要栽。我上主互大丛树变细丛，互细丛树大丛。我互青翠的树高大，互高大的树无心。我上主安尼讲，一定安尼做。所以，这个百香树就是耶路撒冷，真正上帝要复兴的，毋是即阵伫耶路撒冷无受掠的人，上帝要复兴的是迄阵对耶路撒冷受掠去到伫外族，但是上帝其实去到外族，互因伫迄个所在重新甲因改造因的心，然后等因搁一摆转来时阵。因要成做真新的以色列人，上帝也要甲因来立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就是出自上帝主爱甲听。今日的经句是17章的24节，田野所有树木拢要栽。我上主互大丛树变细丛，互细丛树大丛。我互青翠的树高大，互高大的树木新。我上主安尼讲，一定安尼做。上帝的话，咱就爱听真错，听真足，毋通甲上帝做倒摆的代志。今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就是上帝伊的主权超越自然界，也超越全人类。伊会当互无变做有，互水变做是酒，伫伊无恶正的事。当咱人对上帝信心愈大，就当愈看见上帝大快乐。人若对上帝信心愈细，不但袂当看到上帝伊大快乐，甚至咱搁陷伫即个怀疑不信，直到才会灾祸临到，就亲像西底家王共款。虽望即章无写着西底家王伊的名，但是已经将伊的名拢要讲出来啊。所以伊即个故事清清楚楚，就是西底家西底家。今日咱的即间要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来思想默想，天比地较悬，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今日是9月23號，是国际手语日对这个袂当讲话，联合国定这日，大家拢会当来学习一寡手语，互咱的沟通，会当更较丰富。1889年，任天堂来创立嘛是9月23號，但是任天堂拄开始的时阵，毋是做游戏的，100幾年前迄当时是马街来台湾的时阵，迄当时的任天堂是咧做花札的这制作手工。今日9月23是陈牧师结婚的银婚纪念所以感谢主会想互我会当甲我的牧师娘会当来庆祝但是袂当庆祝因为今日牧师有完参加迦南教会60周年的环岛的第3天今日是第2天，要去对高雄去到伫屏東，然后去到伫台東也願上帝帶領今日的交通出入甲遮30幾位參與的兄弟，大家攏會當真平安順遂。今日的祈禱是繼續用以賽亞書55章頭前60到90安尼講的，着趁上主找袂着的時，找求伊；趁伊佇身邊的時，求叫伊。邪惡的人着棄殺因的道路，不義的人着改變因的想法，因着歸向上主，伊會憐憫因；着歸向咱的上帝，伊會寬宏赦免因。上主講：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比地較懸，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較懸，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較懸願上帝幫助咱，互咱做每一項代志，每一個想法，每一個念頭，攏會當來超出主的旨意，互伊會當來帶領咱一切所行甲所做。咱做伙來祈禱。親愛主，阮感謝你，互阮佇今日的故事譬如的中間，閣一擺互阮要緊的提醒，阮毋通走佇上帝你的面頭前，阮就愛來超出主你的旨意甲你的想法，互阮所行所做所講所要做所要行一切，攏會當來榮耀主你的名。也求聖神保惠師提醒阮，互阮當來聽主的聲，互阮當順探主的旨意。阮的懇求祈禱，攏是靠耶穌基督聖尊名來求。阿門。咱做伙來吟詩，信心218首，主眷顧地，降落雨水。
是你的祝福，万民拢总快乐。阮免真多你当面友，你的路径有忧，你的旷野草坡青水，相思大行真水，山鹰欢喜来下做伴，对影无辜做伴，草木应由来种做衫，因拢欢喜出声。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